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係阿明姑劉浩明歡迎收看福喜來嘅。但係喺日常嘅時節，常常會接觸到藝術，譬如講我哋去看一啲天陽啦，聽一啲音樂啦，或者看一本小說，其實都係一種接觸到藝術嘅一種方法。接觸到藝術可以表現我哋嘅心情，可以改好。但是乜嘢到藝術呢？常常人家講，其實藝術到好多係我哋一啲藝術家對一種生命嘅一種看法同認識，還有一種對講嘅事情那一種認同。可是我哋常常會看一幅畫啦，無論聽一啲戲劇嘅表演嘅時間，我哋會感受到一種精神文化嘅一種分享。我哋今日有請到我哋來賓咯，以前人咯唔會做醫生，有條件我哋藝術嘅兩個地位，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來自美濃嘅雲強來到現場，歡迎雲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嘅鄭雲強。其實我哋雲強係我哋呢嗰種非法態是鄭文忠嘅外孫啦我想問一下，你這個晚上係咪都常常睇美濃台呀？其實我是在高雄出生的，那出生之後，其實就回到我父母親長期在居住的國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對，那個時候父親是來自巴基斯坦，那他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做貿易方面的生意。那他就跟我母親兩個人就是已經長期就居住在那邊了。那後來我也是在那裡一直居住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之後，我才以僑生的身份來到台灣來念醫學系這樣子。對。嗰時唔同講，這個係其實係睇高雄強嘅啦佢第二媽媽做係嘢嚟到過去阿拉伯嘅係咪？咁再講，這個爸爸係巴基斯坦嘅人。對。佢幾時我同媽媽睇那認識的呢？其實他們是各自在貿易公司工作，那因為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所以那個年代應該是大家是寫信的吧，連可能電子郵件都沒有，所以他們就是信件往來，覺得對方工作態度都還不錯。後來我爸爸有來到台灣來跟他們接洽一些生意，那他們就見面了，這樣子。對。然後結婚以後，都還在阿拉伯。對，沒錯，我媽媽就過去那邊生活，然後一起幫忙。我們是做那個布料進出口代理商，所以媽媽也是在爸爸的公司裡面一起幫忙做生意，這樣子。剛剛其實奇怪呢，因為我今日用客話，我談的是客話咯。對，因為我媽媽其實小的時候會常常暑假的時候就會帶我們回來台灣玩，所以我們對台灣其實也不是很陌生。那回來台灣一定就會去美濃嘛。那我外公外婆其實在家裡都是用客家話在說話，那我媽媽也跟他們這樣交流，所以久而久之從小聽到大，其實一些基本的都聽得懂。對，其實我哋從頭講到講，可能萬世睇美國台啦，同埋歐洲台，只係嗰時候談到講係萬世睇嘅阿拉伯台嘅。嗰陣我想問一下雲強你這個睇阿拉伯應該講睇嘅小學、國中到高中都萬世睇嘅讀書吧？對，沒錯。我想問一下嗰邊呢？其實我哋對阿拉伯識得唔多熟，而我哋同我講嘅非洲國家細啦同細妹嘅係咩規模平等啊？對，沒錯，在那邊的話，文化基本上，他們國家就是以伊斯蘭教為主的一個國家，所以比較嚴格，比較就是男女部分，他們會有一些分隔，例如可能餐廳裡面啊，它就會有家庭區跟單身區，單身區基本上就是都是男性，那如果你是女生的話，你去家庭區才可以，就是分開坐。那學校也是男女分開。那在商場你也不會看到男生跟女生坐在一起，就沒有這種情況的。對，然後走在路上的話，像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就我們要包頭巾、穿長袍，對，掩蓋，但是身體其實有點防曬功能吧，因為那裡太陽真的很大，對，所以在那裡大概是這樣子。那其實他們連電影院也沒有，因為怕太多混雜男女混雜的場所。一定冇天陽陽哦。電影院都沒有。剛好的昆天陽陽咯，就那個時候那個年代又是租錄影帶的年代，所以其實都是租帶子回去家裡自己看這樣。對，如果這個冇辦法看，比如講我哋而家要買個最新的天陽出來，嗰種天陽陽可以看。等於如果一出錄陽帶的時間，很多人可能都往那種。對對對，比較像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那邊生活步調蠻單純又比較慢，你不會覺得要跟上時代的感覺，就是慢慢來就好。然後家庭生活非常重要，所以基本上你很長一段時間，可能1週之內只有1天會出門。
那边刚刚提到男女的差别嘛，那里女生是不能开车的，在我那个时候。那最近的话有看到新闻说阿拉伯比较开放了，现在可以女生开车，但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去做任何事情都是等父亲有空，然后开车带我们出去这样子。故事等于讲嗰邊唔管係咩當地嘅人啊，吼，譬如我哋馬相對阿拉伯來講嘅話，其實係外國人，但是我去到嗰邊都要遵守有個規矩路上嘅啦，就是要遵守他們的規矩。沒有錯，他們的規定還蠻嚴格的，就算你是外國人，到達機場你不能夠不穿長袍。你一定要穿，所以像我們常常可能暑假的時候從那邊回到台灣再回去，就是在機場做一個換衣服的動作，對，就趕快把袍子穿上，頭巾披上，然後才能夠入境這樣子。咁將唔知個喺度已經喺台灣讀書嘛，嗬？咁將以前嘅話，你睇阿拉伯嘅讀書嘅時間，唔知個喺度對台灣嘅時間，唔知個有發現到講冇強嘅地方嗎？說兩個不一樣的地方的話，應該在於生活的方便度，我覺得第一點可能是這個，因為在那邊的話，那裡地方大，路也很大，那店家的話不會像這邊這麼的頻繁嘛，就是每走幾步路可能就有個便利商店之類的。那便利商店它的功能性也非常強，在那裡的話，不管是你要轉賬，你要寄信，一定都是有它自己的地方，像郵局啊、銀行。所以那個我們又不能開車，又很少自己出門，連搭公車都不會，所以這種生活上的便利性，台灣真的是太厲害了。所以剛回來的時候，真的有點辛苦，很多事情要從頭學起。對，因為你這個至少晚些時間，你這個不用暑假時，如果過來台灣嘛，哈，至少即係講一年裡邊有兩張嘢，我過來台灣，我能夠複習一下台灣的生活啊。但如果你睇幾片的時間，爸爸喺巴基斯坦嘛，哈，對，巴基斯坦也可以講馬個法咯。我爸爸的話，他是講有一個那個巴基斯坦語叫 Urdu，對，那我爸爸的話，他會講 Urdu，也會講英文，然後也講阿拉伯語，所以我們家裡的話就會變成，你可能如果來我們家晚餐的話，你就發現這個餐桌上呢，我就負責中間翻譯機，有點這樣的角色，就是可能跟媽媽說話很自然的用中文。聊了一段之後，發現爸爸我聽不懂，所以就開始把那段話中間再轉為英文，這樣大家一起聽，這樣常常會轉換。爸爸媽媽很有講法呢？爸爸媽媽是英文哦，用英文啊，對，共同語言是英文。對，咁你這個因為晚上你睇嘅泰，可是你這個一定會講阿拉伯文嘛，哈？會一些，可是因為我當時是念國際學校，所以其實我們學校裡面它是巴基斯坦大使館辦的。所以有巴基斯坦話，也有英文，然後老師的話也有美國、英國、巴基斯坦各種不同地方來的，所以其實阿拉伯語的部分會比較少，但是我有特別去學過一陣子。咁媽媽呢？媽媽這個會講阿拉伯文嗎？她也是一點點，因為一邊銀行來話，其實真係喺個泰時能夠學嘅呀。對。但問題係其實這個你要法文講個暗號是因為講蠻難搞嘅喏。那個時候我們學校的部分，我們一周5天上國際學校嘛。那因為我們那裡的放假周末是禮拜4、禮拜5，所以禮拜4的時候，我們每一周固定會有去上一個華僑學校。那時候媽媽是華僑學校的校長，所以她規定我們一定就是完全不能翹課，一定要去上這個華語學校。所以在那邊會學到很多，她有引進一些僑委會編的教材，不管是歷史啊、書法啊或者語文類的，然後買回去在學校做教材這樣子，所以她真的還蠻用心的。咁你頭有講，你這個一禮拜能2日睇嘅法文啊學到地步去，咁你這個多多媽媽喺高中啦，伊平常睇到下，如果要求能講中文嗎？會在家裡的話，基本上跟媽媽就是用中文溝通，只有跟爸爸才用英文。那功課方面，其實他雖然說不是會很要求，但是絕對不能不做，對，他一定會有個基本要求，但他不會陪你做。我覺得這個部分在長大學習的過程當中，他給我們很重要的觀念，就是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該做的事你要負責，所以我們都是真的自己會蠻給自己壓力的。因為可能地講嗰度華僑吼，喺外面可能如果上當去學校以外咯，以外會學
我哋要法文好教，但是其實我哋嗰度華僑嘅聲音呢講，可能睇到佢會講國語，冇得講法語，但是你講去認識中文詩，去寫中文詩其實冇咁簡單，但是你基本上你用腔，而後來過來台灣嘅時間都直接去讀大學嘅。其實我哋大學咧，其實後來過來台灣以後都直接去讀大學一件事情冇簡單嘅，因為其實嗰度華僑嚟講，嚴到會讀中文，冇得講，最尾要寫中文一件事情。有想到講讀下很容易搞嘅喏。其實我覺得媽媽陪伴我們的時間很多，因為在那邊我們是自己做生意的公司，所以她並沒有朝九晚五的要去上班或者是加班回來，她其實很多空閒的時間在家裡。那她跟我們的互動基本上都是因為她本身是師範學院畢業的，他是老師，所以在家裡跟我們的娛樂可能就帶一點教育性質，對。嗰時候變成個一對人嘅教育，變成後來過來台灣讀書，其實冇乜嘅衝突啦。對對對，沒錯。變成佢順利去接到你喺台灣你的讀書嘅方法。是的，他提供非常多的書籍，其實我們回來台灣買的。最多的應該就是書帶回去，中文書。那這樣子，我在家裡沒事的時候，我很喜歡看書，所以從小的時候就喜歡坐在角落自己看一本書。所以這樣慢慢看，我覺得多接觸中文應該是有幫助的。雖然講我哋用腔還是係聽我哋阿拉伯台，但是因為媽媽對因為法文嘅教育其實一切都冇變化，或者變成後來一啲用腔歸來台灣讀以後有啲時間，亦可以歸順利嘅接到。其實下底下用腔一同講，而做乜嘅唔會做醫生咯。翻過來放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喺內邊用腔同人講一啲阿拉伯嘅書嘅教育。我想冇有用腔嗬，你這個對阿拉伯過來以後有讀一啲華僑嘅學校嗎？沒有。你直接去讀我哋呢大學都讀嘅？對對，就直接銜接大學的那個醫學系的課程這樣子。啊，幾時間讀嘅係乜嘅學校呢？是那個中山醫學大學在台中。你醫學內都讀嘅啦？對，醫學系。咁幾時間直接去讀？我哋大學時其實中山醫學大學其實以這個嘅醫學呢，所以我哋啲國內地方馬上分數歸高。可是你這個呢，直接去讀冇壓力下，聽得上嗎？跟得上嗎？其實還好，對，我進去的時候大概就是一個順其自然的心態吧，想說既然因為也不太知道啊，這邊的教育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反正來了就接受，就這樣一關一關過，這樣就還好。因為我哋有一陣嘅時間啦，我哋對我哋外面歸來嘅嗰種，譬如個華僑子弟嘅話，而歸來台灣以後，我讀啲華僑學校，然後每啲學校地方差唔多搬出一道名嘅。幫我哋咧華僑學校嘅算學生嘅去爭取嗬，嗰時像比如講啊，以前讀過去華人嘅時間，我哋有來自我哋馬來西亞啦，我哋韓國嘅啦，但是一旦來台灣嘅時間，可能你因為兩國嘅嗰種教育程度多多少少冇到同樣，嗰時一旦來台灣嘅時，第一我哋咧法文嘅使用一定可能冇咁好，第二咧講如果聽唔上我哋咧功課，但是來嘅時間冇咁嘅問題。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第一個醫學系的話，它很多課程雖然老師上課是用中文，但是它有原文書可以參考，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後來想想應該也幫助蠻大的。因為你上課的時候只要聽得懂，那考試的時候當然你也是要用到一些中文去寫，但是我覺得我的中文書寫能力也是還 OK，所以都還跟得上。那後來國考的時候是英文的專有名詞會有英文，然後也是有選擇題，所以我就覺得說，很幸運的都還跟得不錯。對。可是幾時節，你像你讀醫學院的時間，你有感覺到有乜個科目係你即係感覺到佢特別冇？譬如講我哋醫學呢一天會讀我哋咧解剖、大體解剖，對，幾科目對你來講會困難嗎？我覺得蠻有趣的，我是蠻喜歡。看到嘅人講太甜面咧，睇嘅我哋一起解剖嘅時間，這個冇感覺到佢強嚇？不會耶，我覺得可能跟我們宗教有一點點的關係。你好講咯，因為我們伊斯蘭教其實相信的就是死後
是没有说所谓，就是有点像基督教的想法，就是死后是天堂地狱，然后会有个审判日，大概就是这样。那死后的身体其实本身只是一个躯壳，它其实那个灵魂已经不是在那同样的那个地方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待那个身体的时候，会觉得它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那现在剩下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大需要害怕的。OK， 对，嗰種對你來講，如果嘅體體都變成一啲人講，都變成一啲恐嚇樣嘅啦，哈。有點像是對。但是如果變成冇乜嘅好快嘅問題嘅。對。沒錯，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候會講，我因為講啊，可能係蠻貴嘅啦，吼，我有避啲個負面嘅想法，嗰時我都會講嘅東西。是。但是問題係，你知道，嗰東西買，人講睇其實吼，他個人唔係講，嗰種我哋睇體身上，我哋愛浸一年能可以用啦，哈。但是嗰老行來時，嗰米頭是真的鬼臭，啊，你其實冇必嚇到哈。那個味道的話，因為我們可以戴口罩，所以有時候戴上去之後就大概少掉一半，有些人會戴2層。那其實你久而久之跟他相處之後，你的專注力並不是在於它的味道，你有時候為了看清楚那個神經或者是那個肌肉連結，你甚至非常靠近，那個刺鼻的味道刺鼻到你可能會流眼淚，但是那個好像就不是重點了，你要看的是你要去研究它的一些細節部分。你整體專注在那個上面，所以後來好像就慢慢習慣了。可是對你來講，大體解剖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對，那我們除了大體本身之外，還有一些骨骼的部分，骨頭，然後就可能這一區在看骨頭，那一區看大體。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同樣學習這個專業領域裡面的我們來說，我們的專注力已經完全放在專業的部分了。對啦，其實可能功課壓力大過太啦，壓力比較大。兩個有啲骨傷，我們那叫骨傷啦，有啲骨傷骨意思其實，他個你冇冇感覺到係真的還是假的？因為其實我哋下禮拜可能都要考試。那種人嚟訓練出來，係最慢係通乜嘅口啊？你單一乜嘅口啊？其實我後面沒有再繼續分專科，我其實就是一般科有輪流在不同的病房服務這樣子。那之後的話，其實有選擇要去讀病理科，因為我喜歡顯微鏡下面的顏色跟線條變化，對，那個跟藝術有一點點的關聯吧。現在想起來，可能是因為這樣，其實顯微鏡下的細胞是很漂亮的，對，所以那時候有想要分，就是去在分專科去病理科工作這樣，因為前面實習2年，再加上在病房裡面輪流服務1年，其實身心都到一個臨界值了吧，就覺得剛要進入病理科的時候就停下來了，就覺得好像我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我是要開始全心投入到這個可能不會有太多私人時間需要全副心力去做的這個工作，還是說我可以思考一下我的生活當中有其他的什麼部分我可能還想去做的。我就想說現在目前我能夠發揮功用的地方或許不是在醫院裡面服務，也許我有一些我以前想做的事情還沒有去試的，我想要稍微調整一下腳步去試一下這些事情，所以我那個時候就離職了，然後後來就決定不然我來學電腦繪圖好了，那個時候蠻流行的，什麼遊戲的設計啊，然後做一些對電腦上面操作的，那個時候拿起繪圖筆，其實在繪圖板上面畫圖，其實跟鉛筆跟紙是差不多的，對，所以又突然間想起我以前國中高中的時候畫畫的那種感動，我非常喜歡，就是塗鴉啊，或者是創作自己的世界那種感覺，所以那時候稍微對於藝術的這個部分感受到一點點的呼喚吧，就好像他在叫我說來試試看，我們來做這件事情試看看，對，所以那個時候就決定說好，那電腦繪圖學完，其實還是猶豫，因為我發現我在醫院時間長了，好像我只會做醫院裡的工作了，你會發現人生好像突然間少了別的選項嗎？後來我想了想，算了，我就先到國外去，我又工作了3年，我到了阿布達比的醫院，一樣是醫院裡面工作，對，那我想說再試一次，再給他一次機會，對，可是在阿布達比的時候，我發現那裡的醫院工作沒有台灣那個工作沒有那麼重，
对，他稍微有比较给你一点点休息时间，所以我回到家自己有空闲的时候，我还是拿起笔，就是我只要不是在做医院的工作，我就是在画图。所以后来3年以后又再想了一下，看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对，所以后来还是离开那里的工作，回到台湾。那时候刚好有看到高师大在招生，所以我想说，那我来念硕士班好了。对，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跟艺术更加接近，然后去学习一些，跟一些艺术家朋友们交流一下，让自己真的去投入这件事情做看看。对，嗰时候变成讲，而家都变成过伊在过转型，哈，转职去画图一件事情。但是轨道一件事情以前啊，一直想问一个问题讲，像你这个一可能是实习，哈，也在工作1年在台湾嘛，哈，还有在阿布达比又来做，他做医生那个过程里边有不影响过什么事情吗？在医院里面的事的话，其实。因为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住院医师就真的是住在医院里面，就是几乎每3天轮一次班，那你就是过夜，直到隔天一直到下班，对。所以其实你在医院里面的时间真的很长很长。那你看到的东西呢，对我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反而不是我去诊断了什么疾病，或者是我去治疗了某一个什么就是给了什么药，什么病程的进展，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像。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可是我觉得留在我心里到现在还会去回想的东西，其实反而是跟那些身为人的病患，他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微小的事情，一些生活点滴，或者是跟他们身边的人的互动，这些东西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多。不然你想想看，我们不会有机会说一下子去参与20个人的人生，可能我们主治医师名下有20个病人，你每天都跟他们接触，对，会有什么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到这些人的生活？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但是问题是讲，其实已经按无限的，即你讲你擘个病了，你不擘个药嘅照顧好，安尼都好，做乜唔愛想要去認識一下嘅人生咯？我覺得我本身比較喜歡跟人有接觸。我喜歡，那是一種成就感，就是從不認識到認識到信任你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這個給我的一種成就感大過於我把它治好了，或者是它的數值改變了之類的，那個成就感來得大。像我記得有一位是尾椎那邊有褥瘡，然後後來組織壞死。後來去清創把它清出來，那它留下一個很大很深的洞，其實那蠻可怕的。這樣用講的也是覺得好像有點可怕，而且會粗。對，沒錯，就覺得他那一位病患的話，我記得我實習的時候是負責他那個樓層的換藥工作，所以我每天他是要一天換2次到3次藥的，所以我清晨5點會見他一次，傍晚下午大概5、6點也會再見他一次。那他就是背對着你躺着，然後你來了他就瞄你一眼，好，知道你要給他換藥了。他其實什麼話都不說，一開始的時候我喜歡跟他們聊聊天，也許有什麼我可以幫助的地方，可是我發現我都在自言自語，他完全不回應你，我就覺得他是不是太痛苦了，或者是他就是性格可能比較不喜歡跟別人聊天。後來好幾次都是我幫他服務之後，他有一天就看到我來的時候不是背對着我，他是稍微坐在床上，然後呢跟我揮手。我想說奇怪，今天他怎麼完全不一樣？他跟我講說他今天太太燉了什麼豬腳還是什麼東西過來，然後我只好跟他說對不起，我不能吃，因為回家不能吃豬肉。對，然後我就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吃，那我們就開始換藥吧。然後那一天他可能就跟我講了很多他的心情，他之前不想理我們的原因是他覺得不好意思，對，他跟我說對不起，跟我說謝謝。那我那天真的那個心情轉變非常大，突然覺得這個人還有誰能幫他，對不對？他自己來到這個地方尋求你的幫助，你能為他做的你就幫他做，那他心裡是會得到一點點的安慰。對，你在做醫生的人其實對病人看到的東西都冇重要，但是對於院長來講的話，其實伊看到係在病人後輩嘅人生的故事。就是下我等下嘅院長來紹介伊嘅作品。
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院長同人講，伊做乜嘅唔會做醫生，然後投入我哋藝術的兩個地方。我想想問下，今日帶來安多人這個畫作，點解同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其實一條畫作其實同我哋一般看到嘅畫山啊、畫水係無同樣，有從入邊阿公或者文種睇畫家畫嘅東西，其實係無同樣嘅。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對廿位後來，廿位畫嘅以這個當初上嘅創作嘅一啲想法係乜呀？這一幅的話，其實基本上是比較近期的畫作，就是近期來的話，我的主題有一些的改變。那個主題的部分的話，主要是想要以旅程的部分來做闡述，就是旅程大家可能會想到從一個地點到另外一個地點的旅行。對，那像我本身的話，以前不是也是會常常來往往的。那除了這個部分離開又再回到家，再離開的那個過程當中的一些心情變化之外，也有一些旅程是像生活當中你的每一個階段，人生每個階段的一個旅行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你心情上的一些變動。那我其實畫這些比較近期的，像是這一幅，然後還有這一個，我是有想到說，我可能要從自己自身去探討，所以我回顧了很多我自己住過的地方、看過的文化，還有一些收集了一些材料，我覺得比較代表性的，然後想要把它們有點像拼湊的方式，拼成自己的一個文化地圖。應該看得出來，有點像風景，但有點像地圖哈。可是它並不是代表任何一個確切的地方，它只是一個中間點。對，那這邊的話，我的材料上我會運用到一些，不管是色彩好了，還有一些線條。線條的話，我會想到飛機的飛行線，或者是車站裡面那個捷運線也是這樣子密密麻麻的，所以我會加入一些線條、一些點點，像這種直條紋的，有點像樹木的東西。我覺得在那個大自然界也會看到很多讓你停下來省思的地方。覺得自己可能來到了什麼地方，懷念的是什麼地方，這樣子。那你可以看到畫作裡面呢，我有放入一些不一樣的語言，像那一幅畫作的話，它有巴基斯坦語，其實那個就是我爸爸的語言。那我會把它剪輯放在裡面，還有搭配的是像美濃花布、客家花布、台灣的一些代表的元素，想要把它就是拼湊在裡面，跟我的一些回憶跟情感做一點的連結。就是我希望我的畫面裡面有一些植物性的元素在裡頭，就是可以代表這個部分。我也希望能夠在我自己家可以慢慢生根、安定、安穩下來，這樣子。因為像這個伊講萬世成長的歷史地步，以前我哋高中以前話喺條阿拉伯嘛，嗬，喺來佢喺台灣有一段過長嘅時間來講，嗬。但是其實以眼能力的話嘛，可以去配啲地方去工作。佢對阿畫作地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對某啲無缺樣嘅階段地步，嗬，這個對這個認識。但是佢特別嚟講。譬如講有唱，可能嚟伊啲唱蘇拿嘅一啲地方啦，哈。但是以用變成一啲蘇拿嘅嗰種鍵啦，哈，還有有啲蘇鋼嘅，全部係用唔同講嘅係巴基斯坦嘅花，哈。還有聽見講，我哋看到我哋美濃嘅花布，哈。伊用我哋花布做嘅東西，也係咪對這個萬世有睇美濃，它有接觸到客家嘅，我哋講客家精神有關係咯。我覺得多多少少一定會，因為我以小孩子從外面回來的身份，你看到的東西幾乎都是大人帶着你去逛去玩的時候第一次接觸的那種感動，所以以前回來的時候，可能外公就會帶着我們一起回去美濃。那第一個他一定要給我們介紹的就是美濃的建築物，因為在他的畫裡常常出現，他非常喜歡那種古老的建築物，他就會介紹這個是燕樓，那個是靜字亭，這邊是東門樓。所以其實美濃這些地方我們已經逛過無數次了，就是非常熟悉。那後來就是可能吃的東西也會蠻有印象的，美濃的那個板條啊，還有他一定會帶我們去吃清冰，雖然那個可能就是現在比較少了。對，所以那個對小朋友來說，這種東西第一次去接觸跟我生長的背景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是非常有深刻影響的。那接下來長大一點之後，看到外公的畫，那他會告訴我們就是畫作後面的故事。
他会说以前的故事给我们听。那妈妈其实也会常常讲她小时候的一些趣事，他们在类似像三合院的那种古老的建筑里面，他们生活的时候，可能他常常坐在门墩那边啊，然后等待我外婆从田里回来。那我外婆的话，她也会讲故事，但是她会用客语讲，所以我会听客语。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常常听他们用客语说故事。可是万世天的太阳社会同教育大下，其实对你来讲，客家文化慢慢的听也会身体里边变成更加民族里边，你多多少少会有客家的一个文化的展现啦。咁中间一两个民族咯，伊迄代表嘛个意思咯。中间这2个画作的创作方式跟旁边是比较不一样的方法，你会看到拼贴的地方比较少。其实这是比较早期的，我刚从医院就是从阿布达比那边回来之后，开始念美术系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在尝试的一种画法，它比较像是流体画，它叫做流动的颜料。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从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的性格态度转变很大，就是这是我的中间一个桥梁，变成我现在比较放得开、比较自由自在的创作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我觉得像流体画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只能控制它大概60%左右吧。对，你画它，你不是真的在画它，它也在画它自己。对，所以像以前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很多事情你必须要在你的掌控之内，不然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性格上我比较内向，比较容易焦虑，很多事情会要求自己很严格。那这样的情绪，如果你带到画作上去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对，你没有那种快乐的在创作的感觉。我比较向往的是可以自由自在的、不计后果的。对，因为画作跟生死无关了，它不会怎么样。你画错了，那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你画坏了，重来就好。对，所以这个自由的感觉我是比较憧憬的。那用流动的方式作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掌控力，你发现你没办法控制它的时候，你反而就是可以导向调整。出现不对了，那怎么办呢？就停下来，会停下脚步，再看一次。学习观察一些漂亮的小角落，可能你一开始没有发现，因为你急着要控制它，你觉得我做错了，我要它这样，它怎么没有这样呢？可是当你发现没办法，你再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样也蛮好的。对，所以而且他的画作当中，你作画的工具也很多选项，就跟你人生其实有很多选项是一样的连结。可是对某一种层面来讲的话，等于迄也两幅画的时间，讲流体画的时间，其实係有啲講把以前學以後嘅團嘢嘅團表下來，甚至把一些個性體釋放出來，一個畫作嗬。是的。因為其實畫片嘅地方，你講一個，伊講像散水又唔像散水，但係也色神其實，按我講咯，佢詭異，嚇，佢色神，還有聽見你講像太空又唔像太空，但是。鬼像嘅東西，你講從頭都講嘅，聽下人哋顯微鏡底下看到嗰種切片哈，譬如講人那個有些人會染紫色啦，有些染紅色啦哈，看好了嗰種嘅切片嘅色。是。你這個因為講幾時節睇做醫生嘅經驗，有影響到後來畫圖。我覺得流體畫這個階段的話，做創作的方式的話。的確，我覺得連結，不管是情緒上面的連結，或者是形式上，或者是出來的畫面上，你常常會想到細胞，對不對？想到細胞，甚至細胞更內部的一些細胞裡頭的東西。然後它其實也有很多自然出現的分支狀態的東西，你就會發現說，怎麼大自然界它自己自然而然就在作畫。的那種感覺，所以跟自然科學這個部分有一點連結。突然間覺得，還蠻懷念那些時候，就是在醫院裡面可以看這些咁而家嚟講咧，有兩個作品，你如果有反映到幾時嘅你有咩心情？對，那個部分的話，其實是在看它的形體的時候，會比較有一些想念、懷念到以前的一些專業部分。那創作的時候，其實
我就变成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当你要分布它的构图的时候，还有可能它流出来之后它像什么，就要发挥一点想象力。那通常我会把它们像你说的，就是真的会把它想成一个风景或者一个山水，但是又不是真的是这么一个地方。它可能是外星球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是它可能不一定需要属于哪里。那是你自己心里可能融合之后才出现的风景，对。因为今日吼，你这个已经小姐个安度无看我化妆嘛，看到人讲，你这个心情嘛，其实嘛已经有转换了啦。咁今日咯，对未来来讲的话，你今日有乜个打算吗？未来的话，因为现在我目前在准备硕士论文的部分，所以很努力的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些研究跟探讨。那将来的话，我是希望说可以一直持续的去创作、去绘画，然后尽量多带一些作品出来，然后给大家去看。那给大家看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说大家要看我的画作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我觉得比较希望大家做到的是，因为有常常看到艺术家的作品，让大家对于艺术这个部分产生兴趣，然后可能他们会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思考的？我们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东西？会提出疑问。我觉得有疑问就有沟通，那是开启一个沟通的管道。那流体画的部分，因为我现在也有设立一个工作室，叫做夏日艺创工作室。那我偶尔有空的时候，我会开个体验课程，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所感受到的这个流体画作当中的乐趣。因为很多人其实我听过很多次，学员来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不会画画。我说好啊，我也不会啊，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然后或者是有人会说，哇，今天第一次，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当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是严格的点啦，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艺术家哪有那么简单当的，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但是至少让他们觉得接触到艺术是快乐的，可以解放一点他们心里的压力，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也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做医生跟做艺术家其实是一个quite长的一个工作哈。做医生治疗很人的身体，但是做艺术家治疗很人的心理。好，故事不单止艺术家可以治疗你的心理，艺术这件事情嘛，可以表现quite快乐，可以表现的情绪有一个转换的一个空间。今日quite感谢我哋呢原场来到现场同我讲安东艺术的故事。谢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好哦，大家听下的现场来运动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好运动来哦！今日谢诺夫先生要教大家运动保健自家身体，我哋利用一个弹力带来教大家来运动。第一咧，我哋准备不卡电影，一个电影一个本咯，是唔得游轮呢，走来走去危险，固定是唔得停通。另外，电影的高度差唔多60公分左右，最主要我哋坐落来，脚打开来，坐正来，都可以使我哋运动。根本因嘅弹力带，我哋来做脚嘅运动哦。一慢弹力带打开来，轻轻慢摇，放喺我哋脚底下。我哋是在用棒嘅，我哋来试看试呢哦。来绑实它，1、2、3、4、5、6、7、8、9、10。是它我哋本。另外一片来，1、2、3、4、5、6、7、8、9、
10帶做一排來踮一個腳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好，做下我哋慢變兩隻腳墊向來，我哋放鬆下來哦，1 2 3 4 5 6 7 8 9 10兩隻腳做下，我哋再做10下1 2 3 4 5 6 7 8 9 10最尾再來10下，我哋試看先呢哦，大家做清楚，向下來1 2 3 4 5 6 7 8 9 10相同嘅好哦，要慢注意哦，我哋嚟做嘅動作，你個腳要仰向嘅來，要仰向來，一個動作，幫我哋腳筋是個運動度，為個身體放向來哦，嚟做10下1 2 3 4 5 6 7 8 9 10做嘅10下，我哋幫腳哦，墊頭來，穩定1 2 3 4 5 6 7 8 9 10兩隻腳做10下，也慢變兩隻腳嘅你向下墊墊嘅，就可以身體坐正來，我哋嚟做10下1 2 3 4 5 6 7 8 9 10做10下，再對頭來哦，腳坐穩來1 2 3 4 5 6 7 8 9 10彎腳1 2
3 4 6 7 8 9 10再来2隻腳，好張來哦。1 2 3 4 5 6 7 8 9 10 nhà mà ngày này là trôi lên lúc hơi ngày này kiểu绑凳最前面绑凳最前面也要加重哦加重ngày này是绑加重ngày này兩個腳綁向下腳打開來ngày này數做bông đen đen này ngày này sẽ做平衡腳輕輕打開來做是下腳要記得用中間來那麼得出來這樣是得嘞數邊好用是下1 2 3 4 5 6 7 8 9 10一片anh ấy腳師傅哋人哋檢頭不順人也輕鬆鍛鍊anh ấy一片嘅力量老人家anh ấy人家唔會幫到家有力anh ấy再嚟做接下來數記得問題來那唔會幫到1 2 3 4 5 6 7 8 9 10後面anh ấy是在點10秒鐘訓練anh ấy一片的力量一片有些幫到一片輸送，所以anh ấy必有力好來anh ấy最明那綁10秒鐘吃開心你大家做清加油1 2 3 4 5 6 7 8 9 10根本一團力推用個大力量anh ấy thi phu bằng身體bằng手腳部運動同腳bằng上來當anh ấy兩個腳合向下打開來也來幫anh ấy老人家腳無力訓練下擺那唔把你幫到無力了根本一大家對腳的團體運動好不好好運動，先攞副先生，我哋再嚟了